美国总统 Trump 一直话讲要甲格陵兰岛买落来，即马丹麦人总算是出声哦。有人讲要倾这一条美金，甲这美国加州买落来，目前已经超过20万人人数啊。大家知影丹麦需要啥物无？搁较济日头光中秋假，溜冰鞋，即马有真好的机会迎实现这梦想。大家应甲川普买加州，这份由丹麦人发起的集资一条美金买美国加州的请愿书，已经吸超过20万的丹麦民众人数。其中表示要将加州改名做新丹麦，迪士尼乐园改做安徒生乐园等等，也列出丹麦买加州真侪好处，包含改善天气、稳定的由来供应，加对全球科技产业的掌控权。佮考察川普对加州的气嫌姿态，表示川普捌讲加州是联邦内底上破败的州，也甲加州领导人当年袂合，确定会用合理的介绍卖掉加州。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展现对格陵兰的高度兴趣，佮讲要将买落来，引起在地人甲丹麦政府的强烈反对，表示格陵兰是非败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前接受访问的时阵，特别表示，美国要买格陵兰，毋是咧讲耍笑。最近也有共和党议员提出法案支持川普的计划，是因为看重格陵兰的战略甲经济重要性。讲更较清楚，就是利用伊独特的地理位置，整合中国甲 Russia 的行动。Its location and proximity to critical transatlantic trade routes places it at the center of several global debates.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Arctic region, where Russia has long maintained military assets and China has invested heavily with a clear strategic eye, is a direct challeng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allies. 另外，格陵兰有丰富的稀土资源，大家拢想要爱。稀土元素是为科技到国防拢会用到的关键材料。美国摕到格陵兰资源，也是非大大要降低靠外国供应商，尤其是中国。It feels like we're saying they are an object that we can just take because we are the richest,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re's so much that we can be doing without having to own Greenland. 华府杂志有一场辩论，时机也多是格陵兰3月11举行的大选进程。选举主要议题附格陵兰独立的愿望、甲丹麦、甲美国的关系。华府的辩论当中，共和党参议员主要以罗西亚甲中国威胁当作美国买格陵兰的理由。根据顶礼拜7份上新的民调，85%格陵兰人反对美国买格陵兰，其中将近一半人将川普的高度兴趣当作是一种威胁。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